大家好啊，我係飢餓阿妹，今次又嚟同大家去揾好嘢食啦。唔知有冇人同我一樣超中意食壽喜燒嘅呢？之前喺銅鑼灣耀華街見到一間叫做壽喜關西嘅壽喜燒專門店，餐牌嘅價錢都唔算太離地，我就 book mark 咗好耐啦。今次同朋友食生日飯，終於有機會去試下啦。今次本身想 book 返銅鑼灣分店嘅，點知嗰邊 full 晒啊，只好 book 尖沙咀分店。book 台嗰條 link 我會放喺下邊影片資訊欄，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 check 下㗎。一入到餐廳，環境都算舒服，座位方面有2人台同埋吧台，我哋一行3人，店員安排咗我哋坐喺吧台。個人覺得呢個位幾好啊，因為吧台每人係一個獨立爐嘅，而2人台就只係得一個爐。坐吧台就唔使同朋友 share 咁樣用啦。一齊睇下呢度嘅餐牌先啦。主餐牌有3款唔同部位嘅黑毛 A4 和牛套餐，而每款和牛都有2款 size 揀返。另外店員仲同我哋講，除咗呢3款套餐之外，仲有1款牛板腱係期間限定嘅。值得一講嘅係呢度唔使收取加一服務費㗎。繼續睇埋落去就知我哋嗌咗邊3款和牛啦。我哋坐喺吧台嘅前邊，就可以見到店員準備食材，同埋即場進行肉類分割。未食之前就想讚下呢一度，平時經開啲凍肉鋪都會聞到有陣異味，但坐喺呢度就完全聞唔到任何怪味，所以佢哋都應該清潔得幾乾淨㗎。我哋叫咗3個套餐，每個套餐除咗有和牛之外，仲有一隻好橙黃色嘅藍黃蛋，一盤野菜，2款前菜。主食方面可以揀返白飯或者稻庭烏冬。正式開動之前，首先發勻咗隻蛋先，然後預熱個鑊，再拎嚿牛脂肪入去裏邊個鍋入邊，令到佢充滿住牛油。台上面已經有一支壽喜燒嘅醬汁，可以倒一啲落去個鍋入邊，再放啲和牛上去嘅，燒到自己中意生熟嘅程度就可以開動啦。其中一個套餐我哋真係揀咗牛板腱喎，呢度嘅牛板腱肉質比較緊緻，相對之後嗰2款咬落係有口感一啲嘅，而且中間係冇一條軟筋，食落肉味同埋脂肪感都好平均。另一款就叫做特選肩胛部位，個人覺得今次我哋叫嘅3款和牛入邊，雖然佢價錢係最平，但係佢係3款裏邊最出色嘅一款。唔好睇佢個樣好似好肥咁，但食落佢嘅肉味係最濃郁㗎，同時佢都有一定嘅脂肪，所以食落一啲都唔鞋口。佢每一塊嘅和牛都相當大塊，咁啱得咁巧呢件牛肩胛中間有一層脂肪，所以佢好容易自動一開為2。依家剪緊片望住都好想再食啊！呢間鋪頭嘅壽喜燒醬汁鹹甜適中，想濃味啲嘅話就落多啲，同埋煮結啲啦，可以自由控制，幾好玩㗎。入晒味嘅和牛再加上蛋汁一齊食，真係超級正啊！第3款套餐我哋就揀埋呢個極上肉眼嗰款啦。和牛嘅雪花紋令到成碟肉真係超級靚，真係非常適合打卡啊！至於呢份肉眼，食落嘅口感係好軟綿綿嘅，好似唔使用牙咬咁。不過佢嘅肉味就唔係太突出啦，所以鍾唔鍾意食呢款部位真係好睇個人啦。食到咁上下就開始煮啲野菜。首先我落咗好索汁嘅芋絲，同埋同時會令到個汁更加甜嘅大蔥，然後就可以落埋台上面嗰樽昆布湯落去啦。可以按照翻自己嘅口味，想濃味啲嘅話就可以加翻啲壽喜燒醬汁落去。個湯滾起咗之後，又可以車埋所有野菜盤嘅嘢落去啦。裏邊仲有啲冬菇、野菌、2嚿豆腐同埋娃娃菜等等。見到啲娃娃菜開始腍，我就車埋個稻庭烏冬落去，等佢索滿晒湯汁之後，又可以開始食啦。烏冬加上和牛，
真係非常完美嘅組合啊！好想話呢個野菜盤入邊9嚿腐皮同埋芋絲都幾好食喎。如果佢有得單點散嗌就好啦。最後上埋套餐包埋嘅甜品，睇呢個蕨餅個樣好似平平無奇咁，但食落都好有驚喜喎。蕨餅嘅口感好軟糯，黃豆粉同埋抹茶嘅味道都好香濃同好突出嘅。飲品方面飲咗2啖先記得影。我叫嘅呢杯可爾必斯梳打就味道比較淡啦。如果想食壽喜燒嘅話，又懶得喺Donkey或者Sogo買返屋企煮，我諗我都會再次幫襯呢間鋪頭㗎。希望下次 book 到銅鑼灣分店啦，近返我呢個港島人多啲啊嘛。一場出到嚟尖沙咀，梗係要食埋甜品先返屋企啦。喺附近行咗一陣商場之後，就過咗去厚福街嗰邊啦。今次揀咗呢間燃香，我哋大概7點幾8點鐘去到拎飛，等咗10分鐘左右就有位啦。但食完之後出返嚟就見到好多人等位，呢間鋪頭果然好受歡迎啊！又係一齊睇下呢度嘅餐牌先啦。呢間甜品店係有賣傳統嘅糖水，又有2溝嘅版本可以叫，仲可以揀唔同嘅甜度添。除咗糖水之外，仲有巴斯克蛋糕、椰皇燉蛋白、薑汁撞奶等等。夏天食甜品最期待就係食到刨冰啦。呢度有3款唔同水果嘅冰可以嗌，仲標榜用新鮮水果做出嚟㗎。另外仲有一大堆西米露系列可以嗌，後邊嗰頁仲有啲班戟，各款水果特飲。豆腐花嘅種類都有好多款選擇。溫馨提示一下，呢間鋪頭繁忙時段係用餐時間得45分鐘，而且每人最低消費係1款糖水或者飲品㗎。我同朋友分別嗌咗3款佢哋主打嘅甜品嚟食下，我就叫咗芒果冰，餐牌寫住佢用咗成個芒果整成㗎，所以呢個芒果冰表面真係鋪滿咗好多芒果肉啊！而且每一粒芒果都非常之甜，底下嘅冰都係用咗芒果果汁打成。本身以為上面白色透明嘅係淋身嘅西米，但食落原來係脆嘅西米，增加咗成個甜品嘅口感。朋友就叫咗榴蓮冰，餐牌寫住佢係用咗1/4個榴蓮整成㗎，同樣上面又係有啲脆嘅西米。朋友就話呢個榴蓮冰食落都幾好食，好似食緊榴蓮雪糕咁樣。最後呢個楊枝甘露味道就唔係太經典啦，奶味非常之重啊，概括晒所有味道，以為食緊牛奶西米露咁。今次帶大家試咗壽喜燒同甜品，係咪睇到好肚餓呢？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請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支持下我啦。多謝大家睇到嚟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